我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中央气象局发布风台消息，本来伫咧东京湾的热带性低气压，半暝2点已经变做今年第14号风台减去。风台继续刷尾中国大陆华南的烟花，暂时对咱台湾较无啥影响。刷落来敢会和今年第13号风台00互相有牵绊的作用，都要特别注意。咱做伙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目前第13号台风00在过去的时间已经增强了，现在还是个轻度台风，7级风，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120公里。那么它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的40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会往北西的方向转北的方向，从我们东方海面北上。明后2天仍然是这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以目前预测路径看起来，我们预估发布海上警报的机会是比昨天的资料看起来降低一些，但是它在明后2天北上过程中，它的暴风圈离我们的东边海域相当的接近啊，所以未来有2点我们必须要观察。第一个就是从今天开始减弱的太平洋高压，它是不是如所有的资料所预期？如果它减弱的比较没那么弱的话，会让这台风它移动的路径会稍微向台湾地区偏。另外就是台风北上过程中，它的强度会再增强，相对而言暴风圈也还会再扩大，所以这2个因素加起来，在明后2天它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持续做观察的。然后回到天气方面，其实今天开始我们就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了。我们预估计白天大部分地区天气都还是不错的，只有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断断续续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中午以后，在中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也会有下雨的机会。但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中南部的山区所下的雨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至于明后2天最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预估整个西半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断断续续会下阵雨或雷雨，而且明后2天这些地方所下的雨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性的豪雨。至于其他各地也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发生。在沿岸的部分，我们也要提醒，今天下午以后，在基隆北海岸的沿岸地区、东半部沿岸地区、南部沿岸地区以及澎湖会有长浪的现象。那明后2天，其实在台风北上过程中，台湾附近的海面的风浪还是会明显增大的，这些要请大家多留意。另外这几天沿海地区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所以台风今天逐渐接近，明后2天从东方海面北上，它会影响我们，影响程度我们是持续观察，但是所下的雨以及风浪的影响都还是有一定程度影响，请大家多留意。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气象局上新的讲法，因为风台影响到交通的消息，00风台影响到台东到绿岛、火烧岛的客船，下早赶紧加开8个船帮，载绿岛2000个游客返来到台东的富公渔港。下晡1点了后，一直到明仔后日台东往回绿岛，南势的船帮可能拢会停驶。一寡大学生讲想要伫咧开学进前，赶紧去外岛佚佗行咧，即卖行程拢会规个乱糟糟，敢若会当赶紧返来台湾，才袂万不利。一个船无开，船啊赶袂赴开学。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要来看到哪有人行伫咧高速公路。光头白日高速公路车速拢差不多驶110km的速度，向头前一架车赶紧打档啊，后壁车看到嘛赶紧放较慢的。这个时阵画面看到2个人伫咧国道过车路，专业的运将嘛讲，看到这款的情形，敢若会当讲蒙天亲亲真危险。该在日时看较清楚，无发生意外，啊若无代志就歹收煞。继续要来关心台南安平这栋社区大楼，明仔尾4点钟，雄嘣一声，住伫8楼的住户，敢若因为煮物件一个无细腻瓦斯漏，引起到爆炸的情形，引起厝内一对17岁兄弟仔头手拢小可烧着伤。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蔡婉如来带咱了解。婉如。
好，主播清晨4点多，大楼的住户被一阵爆炸声响给惊醒，所有人全到1楼来集结，等待消防人员处置。原来是位在8楼的一户人家家里突然传来气爆，不止巨响，气爆的威力之大，还把家中这个屋内的房间窗户震垮破裂，包含当时在屋里的一对17岁双胞胎兄弟档，也因此头部、手部2到3度烧烫伤，紧急由救护人员先送医治疗。根据了解，气爆的意外发生在安平区这一栋社区大楼的8楼，清晨4点多传来巨响，当时不少住户在睡梦中被吓醒，疑似是8楼这户人家家中主食不慎造成瓦斯外泄气爆意外。意外当下，兄弟档的妈妈在外头工作，由管理员紧急来联络家长，赶往医院。而初步了解，兄弟档虽然烧烫伤，但幸好意识清楚。而消防人员也在现场善购，包含确认瓦斯外泄的情况，前后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确认安全，同栋大楼解除警报。以上就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宛如上新的报道，继续要来关心。今仔日早起时8点钟，宜兰五吉乡公园路2段乡强发生一件徛家火烧厝的意外，唔知什么原因，徛家乡强倒起来，火烧甲真猛。消防人员赶紧抽水线来拍火。经据了解，2楼住一对翁仔某，因翁92岁，因某88岁。附邻人去当时伫1楼赶紧走出来，不过因翁因为感冒吸风邪，阵仔到2楼休养，无听到人伫咧发的声。消防人员差不多1点钟后，已经甲火拍花，伫2楼便所门口找到因翁，不过已经不幸无命。社会事要来关心嘉义一个19岁外送平台外送员，伫咧中正路含一台轿车相撞，身躯一寡所在小可切着伤，嘛小可较无头神，互人赶紧送去病院。其实这已经是为8月份伫咧嘉义市的第4件外送平台车祸意外。到外送人员认为讲，这和工课无关系，这是个人使劲的问题。颈椎会痛吗？脚可以伸直吗？可以动吗？一名料理平台外送人员跋倒坐伫咧涂骹，身躯真侪刺伤，甚至佫有失去记忆的情形。刚发生车祸，你知道吗？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先用食盐水来替伊洗空喙，然后才来将伊送病院治疗。这件车祸意外就发生伫咧嘉义市，一个19岁姓黄的外送人员伫咧中正路甲汽车来相撞。根据了解，每一间外送的平台一直有发生车祸的情形。自从8月份伫嘉义市上路了后，这已经是第4件车祸的意外。实际来访问外送的人员，有人认为甲赶时间无关系，是个人的问题。这还好还好。像我自己都以安全为主啦，我就没有为了赶趟车。我们可以骑很快，但是也可以很安全。这个是被放大。如果说以比例原则来讲，还好。嘛有当地民众认为，巷仔内骑警车的人袂少。大家嘛咧出代志，这来个这大家都无咧检束的。料理外送平台伫咧全台湾快速来发展，要安怎伫准时送到位，甲外送人员的安全之间来找一个方法，恐惊是平台业者爱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赶紧要带大来关心韩国驻现主席上新的讲法。民国付出的青春岁月，有的还因为作战训练造成伤亡。我想军人节这一天，全国民众，我相信大家都是一样，非常感谢军人，特别是对军人的眷属，还有一些遗眷，看得心里特别的难过。我觉得自己的老公或者自己的儿子献身军旅，那因为有一些意外造成伤亡，看到这些很多眷属，我们可以看得到都是非常的悲痛，所以我也身为市长，我也去表达我的感谢之意以及慰悼之意。市长，那三民区正清里的里长那个沈秀玲啊，他就是说有含粉。那个我想我们把这个税我们现在高雄市政府财政局李局长在这里，那么要抹黑高雄市政府，拜托提出准确的数字。正确的资料，不要随便抹，上来就拳打脚踢，先把高雄抹黑，搞得高雄市好像很没有出息的样子。阿拉伯数字会讲话。我左边是我们财政局李局长，就把今年2019年上半年我们的税收情况跟社会各界报告一下。好，我跟各位媒体记者来做一个说明。我们现在这个108年1到7月
那我们整体的地方税收原来编列是1269亿，那到今年这个1到7月为止呢，那我们的税收已经达到709亿，那比去年同期去做比较，那我们这个增加了这个24亿，尤其是在地方税。地方税的部分，我们原来是编409亿，我们现在已经达到246亿，比去年是增加这个24亿。那其中呢，3大税收它是正成长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土地增值税。我们的土地增值税呢是增加28.9%，从39亿，从去年同期39亿，然后我们增加到50亿左右。那在这契税就是房屋交易量的部分。那契税的部分来讲呢，我们从这个10.08亿，去年10.08亿1到7月，那我们现在增加到13.59亿，比去年的增长34.8%。所以代表就是这个韩市长来了以后，大家对于房屋的购置，对于这个投资的信心，它是增加的部分。当然8月有一点的微降，这个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就是税收有成长，就是实际有成长啊，不要是用数字里面那突然在乱讲。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遗憾了啊，因为韩市长来也有积极招商引资，我所了解的1到7月我们的招商引资是1700多亿的一个金额，是相当成长可观。像核发的产业园区就剩下1块土地没有招商完成，已经招商率达到96.5%，这个是相当不得了的成绩。去年的话，几年的话才达到60几%。韩市长来1到8月，几乎全部这个核发产业园区的土地几乎要销售完毕。所以刘世刚立委的数据是不正确。不管是不是刘委员或者其他人，麻烦要黑高雄市、黑韩国瑜，请你准备正确的资料。看了税收增加这么多，平均将近30%，代表高雄市的经济这一段时间是很活络的。那黑完以后，抹黑完毕以后都不用道歉吗？你乱讲这些数字都不需要跟社会大众说一声对不起吗？还是只要为抹黑而抹黑，好不好？好。是啊，那个郑兴里的里长沈秀玲啊，他是有提到说又有韩粉来信说是有。昨天晚上的行程我没有迟到啊，就是2个地方，为什么说我迟到呢？为什么要说我迟到？好像迟到25分钟，就是2个地方，跑完这个再跑隔壁，很清楚。一边是回来的华侨以及军眷、荣眷，另外一边是各军事院校的。如果我先去了军事院校，要批判韩国瑜，会不会说我到归亚雷这边迟到了呢？会不会这样讲？会的，因为只要黑韩国瑜就是有道理。我反过来次序呢，我先去了中央军事院校，大家会不会指责我？会的。因为太多媒体、太多名嘴，每天都是有目的的在黑韩。各位想清楚，今天早上我跑到忠烈祠，再跑到桥头一个告别式，进了市政会议，又迟到了。假设我不去桥头嘞，不尊重商家。所以为黑韩永远有理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肚脐眼，不会有人没有肚脐眼，他就猛戳，非常的无聊。拜托，黑韩国瑜，请拿正确的资料。昨天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所以为什么要白韩产业链？反过来，另外一个又迟到了。台湾民众眼睛是雪亮的，不要到了选举不停的抹黑。2300万台湾民众应该要求执政党，韩国瑜不是执政党我是在野的嘞，每天比执政党监督的还要严格，这样的公平吗？2300万老百姓，各位乡亲。要求执政的蔡英文政府，请你3年半拿出一张成绩单出来，告诉台湾民众，你让我们过得多好的日子，多有希望的未来，这才是正确的，而不是一直不停的抹黑反对党，好不好？谢谢。市长，韩中配有可能吗？市长，事情，市长，韩中配有可能的财政，等一下哈。好，咱拄则听到就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上新的回应。其他社会消息要来关心一个好野人的主题，叫做游汉令。去年伫咧台北市自强磅空西超级跑车伫咧批车，引起2个人不幸无命，3人受伤。现在是自强磅空已经伫咧台北市的万里磅空了后，第2个用速度来算看敢有超速的情形。头一天就掠到376件，检测算经过磅空的时间若是无到51秒，安尼代表讲时速超过60 km， 安尼就会开罚单。不离个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做实验，发觉讲时速上好卖超过50 km， 安尼较妥当。
载车、骑车经过台北市的自强磅空，驾驶即马爱注意啊！区间测速开始实行，用科学的方法要来抓违规的驾驶。实行的头一天，就开376张超速的罚单出去。若无想要收到罚单，警察讲通过自强磅空的时间上少要有51秒以上。车子现在没有说计时器、计时这种东西，只有限速、定速这样子而已啊。对啊，他这样子应该是不合理吧？速度太慢，也比较会造成危险了。是制造一抓磅空位树林往台地的方向859公尺。咱用时速50公里的速度通过磅空，时间超是1分5秒；若是40公里，时间是1分22秒。虽往因为交通的问题，记者的时速无法度一直保持伫个60公里，不过也是看会出来。按照警方的讲法，若是时速一直拢是60公里，100面会比51秒较少，安尼地方认为是超速。南往北侧它全长是917公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部分是低于55秒就会做一个开罚。那另外北往南的部分是859公尺，那这个部分是低于51秒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开罚。自强磅空因为好野少爷直接批车，造成2死3伤的悲剧。今麦用新的制度来抓违规，若超速会罚，黑白换车道甲下过双白线嘛同款会罚。驾驶经过这就要注意新的规定，才袂收到红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规定要来看到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想要领养宝贝动物，结果因为伊是独生仔查甫，袂当领养。有民众伫咧领养的网站想要领养猫仔，发觉讲普文的规定就是独生仔查甫袂当饲，互伊感觉起码只有够歹，认为讲看独生仔无目的。原来伫咧日本规定更加严格，若是独生仔查甫超过65岁，同款是袂使。一般认为讲，因为较无时间会当陪宝贝动物，嘛较无能力会当照顾。圆润的目睭，猫咪看起来真古锥，互真侪人想要来饲。不过，煞有民众真有爱心，想要收养，却互人拒绝。一名姓廖的查甫人，进前伫咧收养的网络顶，想到这只面圆圆的猫，想要来收养，但是顶头却写着禁止独身的查甫。那就还有剩谁可以养？就只剩下你有房有车啊。我们也不是说会就是虐待猫或者什么的，个人感觉就是先预设说我们。就是会不负责任啊！感觉家己有经济能力，会当来照顾这只猫，但却因为是独生，甲查甫都互大细目。其实送饲的人嘛有其他的考虑。我们有遇过案例，就是说，就是男生可能不喜欢那个动物，然后会虐待那个。因为独生的人互认为无时间，加上烦恼，独生的查甫人会将宠物当作是礼物。分手了后，产生放杀无要饲的问题。另外，学生、长者因为无经济能力、甲照顾的能力，可能嘛会互拒绝。伫咧规定更较严格的日本，独身也是聚会高龄的老人，嘛是袂当来收养，更加是世上的代志。我们这边是没有规定这个，但是只要你符合我们那个上面20岁，然后不是黑名单，毕竟养一只动物大概是15年以上的事情啦，对。必须你经济能力许可啊，我们不希望他说动物出去之后又被丢进来，这样子对人跟动物都是很不好的。因为不是政府会当管，要送饲还是收养，只要双方同意就会使。但民众要收养进前，还是要考虑家己的能力，莫因为一时的冲动来造成危害。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头份扶轮社小亭区的救命活动，利用人民册也有社团呼吁民众捐旧的送去非洲的囡仔，才袂因为因疼只脚挖到镜头，就安尼无命。短短2礼拜来，算算的大家捐的额超过500多箱，其中一寡良额也有一寡捐大，因为无适合在地环境，敢会当转予其他的社会团体。拖鞋不行，传统的皮鞋不行。头份扶轮社拍开一包一包民众送来的鞋啊，发现其中有拖鞋、新的皮鞋、长筒的运动鞋，但是这鞋啊，却拢无适合送去非洲，因为因所需要的是包仔鞋，避免伤高、伤热，会当来防止地面刷走的鞋啊。没有办法全部包覆它这个，因为它这个沙子里面有虫啊，沙蚤虫会跑到小朋友的皮肤里面。热心的民众讲，透过网络知影非洲肯亚、乌干达交接的所在，有一位加拿大的牧师，伫咧当地甲民众讲，加起一间学校，其中8成的囡仔因为无鞋通好穿，每工搁会行点外钟的路，才会当去学校上课。伫咧路中，都有可能来感染这个沙蚤。为着要让这些学生会当安心来上课，所以就来发动捐旧的救命的活动。I am at this event today to help
pack the clothes and the shoes to send to Africa. So, they can use those items for, that we're not using anymore. Put our stuff to a good use. 对美国来的16岁交换学生，头一天开学就来斗3工做义工，互大家感受到爱心，真正是无分国界。而且短短2个礼拜，就募到500多双鞋仔、80卡牌仔，其中60双鞋仔、甲30个牌仔拢无适合非洲的环境，会来转送予其他的单位。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好康消息要带大家关心，为了要推动电子发票，国税局计划要加送好康的。今年9月、10月统一发票加送40万组电子发票500块的专用奖。民众假使若是用号码条来欠发票，唔来当参加一般传统统一发票号码来调奖。另外，会当用这个电子发票专门奖，加一届调奖的机会。另外，分段的发票专用奖过去一期敢若15000组2000块的奖，也有15组100万的奖。后日就会加开500块的奖，按算逐期的总奖金的金额本来是4500万，即嘛增加到2亿4500万。上新的现场来关心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来到台湾，已经到桃园机场接受媒体访问，伊直甲台湾的社会发声，希望咱的政府也有百姓会当斗支持、斗相挺香港。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香港反送中情势持续升温，而在反送中运动里面的灵魂人物，也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就在刚才已经抵达台湾了，而且刚才接受媒体访问，赶快来听他怎么说。好，这次就是我黄之锋，还有朱凯迪，还有陈傲飞，我们3个香港人来到台湾，希望有3个目的。第一，就是我们希望跟台湾的朋友去分享现在香港的情况，特别是我们现在面对香港的大手部，还有这个的紧急法，到底会对香港的抗争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非常关键。第二，就是对于现在香港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台湾会有一个人道的周还的机制。所以，到底这个的方法或是这个措施是怎么样处理？我们希望也听听不同台湾的立委，还有不同政党的想法跟意见，希望可以对于香港人有更多的支持，还有实质上的帮助。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其实现在香港的抗争已经持续了大概超过2个月的时间。我们希望台湾的朋友，除了就是好像6月16号的时候有1万个台湾人出来抗议，我们也希望在10月1号之前，会有更多的台湾朋友，会有社会的总动员去出来支持香港。因为香港跟台湾，其实我们也是同样是面对中共的压迫、北京的压迫，我们也是命运共同体。当我们现在香港人已经感受到1国2制是完全崩溃，香港已经看不到1国2制的未来，我们希望台湾的朋友可以继续支持香港。谢谢。好，谢谢。林郑好像有说，如果他有机会，他选择的话，他也可以下台。那这部分你觉得怎么看呢？现在香港的这个逃犯条例是不是会撤回？香港的警察是不是会继续会很暴力的去打香港人？还有香港有没有民主选举？其实这3个事情也是由习近平确定，而不是林郑确定。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北京到底要躲在香港防暴警察后面到什么时候？现在香港的抗议活动，我相信不管是昨天我们有大学生还有中学生出来罢课，还有我们也会准备在未来9月还有10月1号的时候会有抗议的活动，我们香港有社会的总动员。所以我相信不只是香港人会在10月1号之前或是当天有抗议活动，我也希望台湾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同样去支持香港。因为想想我们会说今天香港，明天台湾，但其实香港人心里面希望所达到的未来的梦想，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是今天台湾，明天香港，香港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有民主有自由的地方，这是怎样？谢谢。谢谢。我来听听黄之锋他
不断的是对台湾的政府跟人民喊话，说希望台湾的民众跟人民可以来好好来撑香港，不断向台湾来争取相关的协助哦。不过在里面受访完了之后呢，黄之锋走出来到机场大厅这边，他是以要赶下一个行程为由，是拒绝再一次接受的媒体联访。至于他待会又会什么样的行程呢？目前我们还是不得而知哦。不过黄之锋即将在今天下午2点钟左右到时代力量去拜会，而即将在下午3点左右来拜会民进党。外界都推估哦，他这是8月30号的时候，黄之锋会在香港突然间被捕，就是可能是因为今天要来这边来见民进党，因为这实在是太敏感了，让香港警方不得不有动作。而黄之锋在今天晚上呢，也即将到台中来接受演讲，是接受交通部长林佳龙所创立的光和基金会的邀请来进行演讲，预计是在台湾停留3天，即将在9月5号的时候飞回香港。想象最新，先把摄像头交还给彭磊主播。多谢新杰。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有媒体报道消息，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本来想要甲推荐总统参选这个名额留予郭文德，结果郭文德伫咧8月强强组织政党，迫害双方合作的想法，嘛互宋楚瑜真无欢喜，想要辞掉台北市头角市政顾问的职位。另外，媒体董事长蔡英明和郭文德继续伫咧对下，针对相关的议题，郭文德下早嘛有详细的回应。对啊，这本来这个1年有2季那个叫什么国商嘛，对不对？那个要，我是有时间就会来的。那对于现在军人的制度，你觉得 OK 吗？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执政者说的？那军人还是国家的命脉，它是个很特殊的团体的，所以其实最重要还是给军人应有的尊敬的，因为这是很特别的职业的，坦白讲。这样你要不要帮我们讲一下韩国瑜好不好？韩国瑜说换瑜啊，就是国民党脑袋进水。你对这些话有什么想法吗？国民党常常脑袋进水啊，这也不是。那你觉得他们会再进一次水吗？哇，谁晓得？我老实讲，我跟你讲，我对2党的初选都觉得，这在以后真的现在没办法去换什么的。如果事过境迁，还是再去做个检讨，因为这种全民调哈会出，而且台湾在2极对立，变成常常是对方阵营进来灌水嘛。所以那个得票数，你知道哈，就太夸张了。所以我要讲，那个不管是民进党这边、国民党那边，你知道，那我常说，我开玩笑说，韩国瑜是民进党提名的，就说那个明显是大量灌水造成的嘛。那这个就是，当然这个初选制度3心动了，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了？只是说现在都已经走到这里，要检讨也来不及。也许这一次过后，双方这2个主要政党还要对这种总统初选的这种方式还要再想一下，因为这结果是很荒谬，就对了。像你在跟宋主席的关系怎么样？现在宋楚瑜是不是有一些不满？就是你没有啦，这个都报纸讲的，我不晓得。那我找时间去拜访他一下。那你组长，你张秀文有说宋主席本来又想要让你接班，但是因为看到你阻挡，所以就只能祝福你。他本来想找你接班的。因为我只有在今年刚过完年跟他见过1次面了，后来就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有时候应该有些政坛前辈有空要多多去跟他们讲一下话。但你组党之前有跟他打一声招呼吗？没有啦，我跟你讲，不讲的话，我们那组党在吃便当的时候，又在写一篇那个创党乌龙记嘛。因为他对你组党好像相当不满哦，他说他原本要辞去市府顾问的一职，你是不是组党惹到他？这倒不会啦，我跟你讲，其实我跟你讲，他们这些比较有年纪的人哦，其实他们不管年轻怎样，你知道，到了这个年龄哦，我发现不管是王金平或者是宋楚瑜，他们到了一定年纪，你知道哈，不管年轻的时候，也许在这种权力的圈子里面，可是到那个年龄都会比较，感觉上都豁达很多，比较没有那好像很积极于名利那种感觉，就感觉不出来，都比较豁达。破局吗？白局合作破局。也没有什么破局啊，关系有生变吗？不会的，还好。有成局过吗？有成局过，我就还没有谈过。好了。卓荣泰反呛你说你比较可怕，然后说乱讲不是专利。他还质问你爬照的经费哪里来？哦，这换新好了，我们这个叫寄生虫战术，你知道？我发现我们只要出那个高铁票，其他我们到哪个地方。有时候不好意思的，吃饭都是人家请的嘛，这个。那民进党没有编所谓的总统预算，就县市那边，你是怎么看到？我怎么觉得很苦？哇，他说他没有编总统，没有，他没有编县市的竞选。因为你那天讲的时候不是啊，我跟你讲哦，这民进党说没有编总统大选县市的预算，真的，他这样讲，确定 ？Are you sure？ 他脸书发文，我劝他赶快撤掉啊，这个。那你是看到什么？你是从哪边看到？
这个涉及国家机密，不要告诉你。所以确实，你有看到他们有编一些预算，是不是？不是的，你想，我当然是这样的，我不要跟你讲细节了，但是有时候在讲话要用常识。民进党总统大选没有变县市的预算，这你相信吗？好，来下一题。那你今天你和郭台铭啊，一南一北是分进合击，还是说两个人这个合作的关系有不一样？什么一南一北？今天郭台铭在嘉义，你们一南一北军人节。这个，因为本来93的时候好像有说可能会有动作。啊，有我看常常你们在替我写计划，我都搞不清楚啊，奇怪，这个本来就没有什么93军人节要怎样这样。上蔡衍明说，就是他在你的头，就是你在他的头上放屎拉尿，这句话。没有啦，一些人哦，粗人你知道，讲话就粗鲁，你知道。我知道他人不是坏人啊，可是哦。我也没有怀疑说他是不爱台湾，但是他爱台湾的话，我们听完就真的是3条线了，我懂。但他说他之前双城论坛的时候，有希望你可以讲说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但是你好像不太愿意。我不是这个我解释过了啊，这是这样的哦，中国人这是这样的哦。如果你是指文化上的，那这个我们也没有否认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哦，就是我们在拜关公、拜妈祖啊，哈，跟那个拜玛丽啊，感觉还是不一样嘛。所以文化上的中国华人世界这种概念 OK， 经济上大家可以讨论。你说如果你那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阶段面闹可能了，这都不可能嘛。所以我说他那个有时候他就这样，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我听，我只是我也没有当面去跟他反驳，听一听。只是听完赶快跑掉，就这样而已。你请问一下，内阁提最快年底要他说两岸一家亲这句话，两岸一家亲这句话，蔡衍明说也是他建议你讲的，然后你也同意。我跟你讲，两岸一家亲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挑一挑这个对面习大大讲过哪些话，是吧？那挑一句我们可以接受的，你知道吗？作为当时的一个交往，特别是在4大运的时候，你总要。坦白讲哦，那这一句话会比较明显拿出来讲是4大运嘛。我们那个为了4大运，我们先去办双城嘛，而且希望说大陆不要对4大运有什么抵制嘛。我们也不可能说你不讲错，不讲嘛，然后再叫人家帮忙你，不可能啊！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务实的处理两岸的问题啊，也不要让人家太阳底下待在。内湖期最快年底要断水最快年底要断水断电，是不是？那内湖期是这样的哦，我今天早上在开市政会才跟他们讲，绝对不要再留子孙了。不管大湾北段，你看我们处理大湾北段花了快3年的时间，那这内湖期还有476户，我相信应该不止了。就很奇怪，怎么会让违反土地分区使用管制的房子几百户、几千户当然是这样的哦。骂也没有用，还是要面对事实的，所以我还是会把它解决掉的。只是说做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嘛，但是他还是想办法把它合法化。好 ，OK， 谢谢。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今日下午落南到嘉义拜访副议长苏德丰，因为苏家和总统蔡文有交情，蔡文这一抓，日咱看到郭台铭这一抓，可能怀疑讲，敢会是希望苏家给支持。现场上新的消息，连续记者叶婷来传来了解，叶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独立参选2020总统大选的态势是越来越明朗。今天到嘉义市议会拜访副议长苏哲峰，被外界解读拔庄意味浓厚。除了副议长亲自接待之外，至少呢现场还有5位的议员也有到现场。苏哲峰一看到郭台铭，还拿出本子请郭台铭签名，马上带您看一下现场情形。要来嘉义市，那顺道要过来，我们的同事都很想跟大家。与你见个面，然后聊一聊台湾的未来。那我是郭董的忠实粉丝啊，就从初选的时候到现在他在汽车产业有很雄厚的基础，还没有市场。那怎么样呢？台湾呢做测试下一代的电动车，可以开发设计测试，然后最后把组装呢可以到美国，到印尼。到大陆，对，这个它的汽车工业的基础有够，从零组件到垂直整合，它发展下一代的
能源车啊。郭台铭除了和嘉义市议员分享他的中东参访行程，也很关心嘉义的产业发展。稍早之前，也参加殉职员警李承翰入忠烈祠的仪式，也和嘉义市长黄敏惠同框。自从郭台铭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落败之后，现在可能要以独立参选人姿态卷土重来。最近公开露面，除了抢军警票，现在南下嘉义插旗拔庄的意味是清楚不过。以上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形，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叶婷。另外，这个话题就是有消息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派人去中国大陆讲话韩国瑜的代志。韩国瑜嘛出来讲，若是有影，安尼中央党部大概是头壳走水入去。今仔日是国民党办93军人节活动的日子，党主席吴敦义嘛有去参加。伊特别背回讲，派人去中国大陆讲的是大陆游客自由行的代志。今嘛，咱做伙来听详细的讲法。没有这个事情。我请当时周继祥大陆事务部主任，加上曾经担任陆委会副主委、海基会副董事长的张显耀，在大陆宣布47个城市不让自由行到台湾来，同时准备把团客减50%。那个时候，我们的观光旅游界有2次或者3次一次是所有的理事长都到中央党部来，表示这样子的话，观光旅游事业会崩溃，所以我就请刚才讲的周继祥大陆事务部主任跟我们张显耀原来海基会副董事长跟陆委会副主委，他深懂大陆的状况。我请他们2位去跟刘捷一主任就是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去跟他讲，我们观光旅游事业不希望大陆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所有观光旅游业，包括旅馆、游览车，包括饭店，包括买卖店，都是会受很大的伤。主席，那你有说他是指证没有去请他，也没有请张显耀，如同有一个人随便讲的说，把在台湾选举的民调拿给国台办，这是真正匪夷所思的事情。那我去找郭董吗？绝对没有这种事，跟郭董沟通都是郝龙斌副主席沟通的，所以没有张显耀。有几次跟他谈。没有张显耀，因为副主席有一个郝龙斌，那怎么会找一个不是有党职的人去谈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不会随便换人是什么意思？就是郝龙斌副主席去沟通的。所以说不会随便换人是什么意思？我在中常会都宣布了嘛，不会换鱼嘛，绝对不会。那不能重蹈2016年的那种换柱的痛苦，100%不会。不会嘛？好，谢谢。这样子的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会提告吗？会提告吗？对这样的报道会提告吗？提告如果是恶意的，而且妨害中国国民党的名誉跟信任，当然会提告啊。有人乱讲话，那这么不提告怎么行啊？张显耀说要去抓鬼。又近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台菜杀上海新型的中秋主题刮刮乐，抽到奖的几率超过1半，互人娱乐袂输是上午送红包同款。侯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睿、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周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惊喜卡司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
大家闻千万字，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长。长本身就有赌、牛的意思，嘛有冲突的意思，像讲两个人相长，车拄车相长。另外，还有因某挑工要来长因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拄着的意思，若是照字典读，咱是读长着。也毋过咱一般拢是放伫咧一句话上尾，拢惯是读做长着。像讲你莫甲我长着。第二个词就是拄长，嘛有相拄的意思，另外嘛有拄好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债主为了要叫伊还钱，挑工来到巷仔口要拄长伊，真拄好，伊转来时拄啊好长着，实在是冤家路头下。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长，提供互大家来参考。继续要带大家看到，同款嘛是真希望讲会当拄定着好运。这是下礼拜就是中秋节，台菜杀上届新型中秋主题刮刮乐，一张卖台票200块，拢总有200个，上届悬的奖金10万块，得奖率超过一半。也就是讲，平均测2张到1张有得奖的机会。都有彩券行讲开始卖头一天，早起时7点钟，都有彩迷想要来试看，敢会当好运得大奖。另外，还有一款一般的刮刮乐，因为算法和乐开奖的机共款，民众拢想希望讲会当来换一粒看有好运无，会当拼中秋这一波的胜利。拆开刮刮乐彩券园，一张接着一张补货。详细看，顶悬有真古锥、上鹅甲月兔的，原来是中秋节要到了。台彩来杀出新款的中秋主题刮刮乐，每一张新台票200块，总共有200个，上悬的奖金有10万块，得奖的几率超过1倍。50%，那也蛮高的哎。就一个几率还有机会啊，70-80吧。开卖头一天就有袂少的彩迷来试手气，除了战胜中秋，台彩嘛甲另外一款的刮刮乐换新包装，模仿乐透开奖的热销款，每一张嘛是200块，有机会来挂到5个上悬奖金200万，得奖的几率是30%。彩券行的头家根据家己的经验，教大家拣刮刮乐的撇步，看正边下骹的票号2233还是88这种的尾数，相生啊过去得奖的几率较悬。另外，代表无吉利的4号，也是吉利的6号，或者是生日号码，嘛真受到彩迷的欢迎。我们早上7点就有客人就是问说，这款200块的嫦娥发红包来了没？这样很多彩迷都蛮喜欢，就是主题性的那个刮刮乐，都会增加2到3成。新款的刮刮乐开卖头一天，就有彩券行卖出上100张，配上节庆的话题，台彩嘛要抢中秋节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要带大家来中秋食月饼，要来看到新北市罗州这间店已经开超过1甲子，卖到第3代。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睿、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周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惊喜卡司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为了拼观光，业者会当公布数进展。嘉义一个饭店的业者邀请Okinawa饭店的都市来到台湾，要教大家做上界单调的料理，因为较无油、较正、较无用亚味料，对健康有好无歹。拢总16出菜，要让大家会当食到健康。
16出 Okinawa 料理摆出来，猪肉炒烤鸡、鱼肉拌海菜，那口甲真水，片起来嘛足香的，看到真好食款。那料理佮邀请 Okinawa 有名的乐团来现场表演，琉球传统的民谣。家己饭店业者为着拼观光，邀请 Okinawa 有名饭店的土点来台湾教做 Okinawa 料理的秘诀，强调油甲盐拢放较少咧，要互消费者食到健康的外国料理。因为它的料理是比较少盐少糖还有它没有添加一些色素所以我们引进这样的料理，我们也希望带给我们台湾的消费者对于一个台湾料理的一个改变，那对大家吃起来也会比较健康。为着使消费者唔拿杀外国料理出来，店内嘛装潢甲亲像咧国外同款。饭店业者想尽办法，就是要拼观光。记者综合报道。中秋食月饼，来食这间老店的好滋味。这间老店已经开超过1甲子，伫咧新北市主办的2年所节，为2021年到2018年，小连续8档拢摕到好成绩，即卖已经传承到第3代，继续传承老店的精神，搁再一直创新，研发油仔造型的2年酥，用油仔皮来做鸭，参牛奶，抑搁有咸鸭卵，食起来香，抑搁食袂酸。恁要食一下这个新的口味，这个油仔蛋黄酥无？大方咧招呼人客试食，泸州在地经营超过1甲子的这个老饼店，有真侪市中的顾客咧相挺，因为这间老店不管是2仁酥、旺来酥，甚至这个传统的糕仔饼、货色嚼，逐项拢有。那这个老滋味，更加吼袂少的人客拢真笑脸。这个口感很酥，很好吃，真的，我常常买，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来。制造这个柚子就是形状又跟柚子一样，比较跟外面一般不同的产品，所以这个我非常喜欢买。分3到4次一下。为什么要分？因为如果你水一次下的话，它会就是变成软糊糊的。外皮制作真讲究，甲中秋应节油啊，加掺入去2仁酥内底。这个创意是对老店第3代杨姓年来的。面团放好了后，搁甲掺茶粉来上色，外皮来倒打油酥，甲做一个粘醋出来，甲搁甲这个油仔皮掺牛奶含这个咸2仁的内鸭，这时阵大出头来咯。很困难啊，就是一直想啊，一直去看柚子的形状到底是怎么样。用手工来捏出这个油仔形，完全爱靠经验甲手感，才搁豆豆来刻这个油仔的纹路。上尾来放这个饼做底头，这个细粒青筋搁古水的油仔2仁酥，就会当准备甲摕入去烘咯。170度的高温烘18分钟就会当出炉。油仔2仁酥爱开2个外月时间才会当完成。老店伫1957年创立，伫新北市蘆洲地区，伊已经经营超过1甲子的时间，回想当当时含翁白手起家的过程。第1代头家娘李丹东主讲，当开业的时无啥物资金，煞去拄着风台甲大水，安尼甲面粉甲其他原料拢冲走去，损失真正惨重。足辛苦的水面规面2骹摸，安尼无。然后困也袂困的啊，我拢我6点外起来，暗时拢咧，到12点外才人困，2点才人好困。阮人拢做到2点，4月拢收较好，工人若等去，若拢一收来收去，收的才会使倒去困。为着要饲规家伙啊，伊才含因安2个人，每日咧拍拼，安尼才互生意有小可较好。老店的好滋味，唔但互顾客会看上目，搁传到第2代和第3代咯。这不过伫咧新北市举办的这个2仁酥节，来摕到8连霸的好成绩。那种感觉，那个向心力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更改过，那是在外界认为这是好像是一个神话。可是我们想把这个神话一直在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以后的目标，就努力的坚持下去，守住阿公一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就算讲世代一直咧交替，不过这个老味同款无变，用心来守护阿公留落来好滋味，搁有少年辈来落这个新的心血甲动力，安尼就会当互老饼店会当继续来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睿、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中恒、张本鱼、温真菱、
许光汉、张广成、惊喜卡斯惊叹登场，杨锦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我是郭豪生先生，陶艺教室的学生，机车。我现在的目标是腾升银行的郭豪生。You finally found your prince, huh? 你们认识啊？不熟。你怎么会连开锁也会啊？你是不是以前有当过小偷啊？我还当过警察嘞。好帅啊！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你要注意你说话的样子，不要让人有机会质疑你不像银行家。整个新加坡地区由你管，有什么好不能做主？是不是李浩在搞鬼？你约他出来，我们当面谈。史奈达以后的事情一定交在我的手上，荣航以后的事一定由你做主吗？我还是有点担心哎，你要不要早一点回去看看？少爷，这里出事了！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胡椒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骂你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手拿粉扑与庞德进行 PK， 率先将粉抹到对方脸上的人即可过关。因为师徒实战，单抓出皮孔，来一碗出中抓，来一碗出中抓，不要让你们。红哥，专场是演戏，不是玩游戏。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林心如。
有时候爱情越平凡越珍贵。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都是智者；可是，在自己的故事里，往往只是卤蛇。如果爱情留不住，至少也努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9月16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睿、李李仁、高胜远、严艺文、屈周恒、张本鱼、温真菱、许光汉、张广成、惊喜卡司惊叹登场，杨谨华、Melody、谢家健、徐伟宁。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我的男孩》。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密，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开始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我是郭豪生先生，陶艺教室的学生。机车。我现在的目标是腾升银行的郭豪生。You finally found your prince, huh? 你们认识啊？不熟。你怎么会连开锁也会？好久伫网底看戏看港底，新闻上要查台欣赏，这是中国大陆借予德国柏林这只猫熊叫做旺旺，前2天啊，伫咧动物园真注心的照顾，已经生猫熊仔囝。动物园工作人员即马就用上开悬的规格，伫咧家照顾，伫咧家关心。新闻上要查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弟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罗小飞，我要开始爱你了。2017新时代优质偶像剧，林心如、张轩睿、李李仁。